你是不是忘了今天4月23你爸生日？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重大节点，是不是？这次地震是无法扭转的节点，就是所有人都会死。就凭你的这些话，没有人会相信你的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别把人回答。程潇，你好好说，都要地震了，要地震了！快各位，赶紧收拾东西离开。走啊！你让我们撤离，总要给个理由啊！别做10天后悔来的。没想到，别胡说八道！你就胡说八道！走，怎么骗我？刚刚的灾用，你还是想救他。地震的时候，陈潇在哪儿啊？就在那个八仙桌下面。不管怎么样，陈潇妈妈都会把他护在身下。你有那么多次可以告诉我，你可以让我有一点准备，但你没有，为什么？你通过此事，以后所有的任务，我都会跟你一起上岸的。我家人，我的儿子。